后来用这个中西医做伙来治疗，互未生翁仔某经过8冬，总算来生一对龙凤胎，欢喜甲袂顾哩。翁仔某抱囡仔看起来真幸福，因为这对龙凤胎已经58冬啊。 真高兴，经过中医和西医合并治疗，因才有这个好的结果。当然很高兴啊，有植入的部分有6次嘛，那没有植入的那个周期，基本上走了20次。医师讲，刚生是因为精子较少，只有2个会当放入去胚胎当中。太太这方面是因为子宫的内膜伤薄，较歹坐胎。受小者透过中医1礼拜插针2摆，食中药。西医这方面每礼拜拢去照超音波，3个月到6个月了后，看内膜有变较高。 俩水时机放入去胚胎当中。胚胎呢，如果遇到很薄的子宫内膜，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生长的。针灸完了前后去比对它血流里面的阻力，发觉说，真的不止内膜有变厚，阻力有变小。阻力变小了之后，代表血流的供应变好，所以认为说它有血虚的一个体质。好，我们会用一些补血的药，然后还有呢肠胃药下去帮忙它理气。国健署的统计，台湾较歹受孕的人差不多是占10%到15%。若是结合中医的调养，加上西医的检测甲手术，可能会当增加受孕的几率。